高中放浪是放浪，伫秀美面前，伊完全是一位护花使者。伊就亲像结婚前答应秀美的共款，毋捌感谢过秀美的教会生活。对这点，高中因老爸郭金福就对高中无正满意。毋过，高中讲伊要甲秀美做一世人翁某，当然嘛爱接受秀美的信仰。即句甲因老爸气甲血压凊甲190。后来郭金福只好去责备秀美因老爸永顺伯骂伊查某囝教无好。毋过永顺伯嘛讲伊的查某囝就是即点讲拢袂听，确实因若无法度接受，亲事嘛只好准煞无勉强。伊阁讲，毕竟伊的查某囝秀美是庄仔头上水的查某囡仔。郭金福转去了后，看高中爱秀美，爱甲惨死，就无阁讲话。所以庄仔头通人知，高中虽然是乌狗一只，毋过伊对秀美是惜命命的。哎呀，哪会发生这款代志？伫客厅车顶，会促子安尼讲：高中放浪是放浪，毋过赖为装通人知，伊心肝好。我看你先莫烦恼啦，你的心明嘛会疼好人。因一坐上客厅车，秀美就甲会促子的手袋落安安。伊想起高中就伫心内话：主啊，请你怜悯伊。秀美阁会记迄天，高中甲伊讲，为着即边挂乡的代志，伊的心肝头逐日做杂杂，毋知是安怎。高中甲秀美讲，伊已经几若暝伫梦中看到2尾蛇，一尾是红色的金兰蛇，一尾是乌色的，拢亲像骹腿遐尼粗。迄尾红色的金兰蛇非常的水，金光闪闪，阁有万重的邪气。迄尾乌色的秘伫暗暗的所在，不时吐舌，用剑光目咧看伊。伊身边的人拢讲伊会撞着灾厄，只是各种步数拢用过要是无人有办法治。秀美就甲高中讲，这是几日前我伫传道遐听到的。圣经讲，咱人因为家己过去的罪过，原底是死的。迄时，咱伫罪恶当中生活，对即个时代潮流行，嘛服从空中掌权的邪灵，就是服从现此时伫背逆的人身躯运行的灵。咱大家过去拢甲因斗阵，挺胜肉体的私欲，照肉体甲心意所爱的去做。所以咱甲大家共款，前出世就互神受气。毋过神怜悯咱，因为伊对咱的疼，就当咱因为过犯死的时，互咱甲基督做伙搁活起来。咱得救是倚靠恩典，照信心得救。这段你听看觅，感觉安怎？想袂到高中即个放浪囝
竟然会应讲，我感觉袂歹。袂歹。伊的反应颠倒互秀眉惊一跳。毋过你的神敢会使替我甲梦里迄只红色的金兰蛇斩死？我会安尼问，是因为你不时咧操蛋，讲你的神偌厉害，拄偌厉害。这我爱问团刀看卖。秀眉安尼讲，若斩会死，我就缀你去教堂看卖咧。这是你讲的哦。当然是我讲的。我阿中当时捌讲话无算话，毋过迄只红金蛇嘛，爱先斩死才会当。阿中，我真烦恼呢。我看即遍因要挂香的代志，我看你莫插手较好。你毋捌啦，无迄号代志。我阿中无插，啥人要插，啥人有资格去插。那王爷庙一定爱插，上无洪武宫遐，你莫阁去啊！哎呀，我即个水某啊！洪武宫是搁惹着你啊！洪武宫是另外一群少年仔咧组织的私不拉团，是遐的角头兄弟的生理事业善心众义社所讲的团，就起伫善心众义社隔壁。洪武宫有车鼓阵，嘛有百家将阵头。迄几工，因为地方大庙、王爷庙要挂香，嘛缀咧闹热，逐暝拢叫一边路边放电影来扮仙。一大群少年家每日伫遐出入，高中啊嘛不时伫遐行搭。你敢无看到洪武宫外面栽的迄排乌旗啊？顶悬画的，敢毋是红金蛇？我逐遍经过遐，头壳拢戆甲。对呢，我哪会无注意到？所以我劝你较莫去咧。好，安尼就较莫去咧。其实我即站嘛，甲洪武宫有无欢喜。为虾米无欢喜？哎呀，恁查某人无需要知啦。哪会无需要？假使我若爱闪避虾米咧？你哪会需要闪避啥物？你毋是讲你的神就是天地上大的上帝公，你啥物拢毋惊？我毋是咧讲迄，无是咧讲啥？等你甲我讲，恁查某人无需要知的是啥，我就甲你讲，我心内想啥。哦，我的水某啊！伫寡妇病院的客停车顶，高中仔的牵手秀眉，头壳内所想的，就是即件代志。